这摆 G7 外长会的联合声明，也呼吁罗西亚赶紧同意俄乌停火协议。美国总统川普是派出特使，加普廷会谈了后，讲状况是真有进展。伊也要求普廷放过库苏克地区，互人包围的乌克兰士兵。普廷讲是呼吁这寡乌克兰士兵爱投降。 乌克兰宣布接受美方提出的30天停火协议了后，川普派特使魏科夫到莫斯科来会见普廷，推动接受协议。伊讲对话真有建设性，真有可能结束这场可怕战争。川普讲，即阵有几啊千名的乌克兰军队伫俄国西部的库斯克地区，互俄军是完全包围着，处境是真危险。伊强烈要求普廷了解这个人的性命。A group of Ukrainian soldiers right now that are actually surrounded. And that's not good because we don't want them to die. Enough people have died. The standpoint about a ceasefire and ultimately a deal, some pretty good vibes coming out of Russia. 甲川普特使会谈了后，普廷讲总体来看，代志开始有进展啦。近期来可能甲川普直接通话，对库斯科的乌克兰军人命运，普廷呼吁因放下武器投降。Для эффективной реализации призыв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ША необходим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й приказ военно-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Украины своим воинским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м сложить оружие и сдаться в плен. 普廷进一步表示，对川普政府的30天停火协议安怎运作，也有真大疑问。这点后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伊个正伫加拿大参加7大工业国峰会，外长是真关心，控诉俄国拖延时间无诚意。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是讲对停火协议真信心乐观，呼吁双方爱让步。会后联合声明也支持乌克兰领土主权的完整，内容是提到对俄国有敌意的讲法加严厉批评。 互俄国会使重回谈判桌，声明内容也施加压力，爱俄国赶紧同意这停火协议，若无会推出新一波的制裁，并且对乌克兰提供另外援助。讲是新闻，是会长白用。